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。我是现在妈妈。牛不是台湾本地就有的动物，不过在足侪乡土文化艺术作品内底拢看会到牛。牛是安怎来的？为倒位来的？我今日来讲伫台湾的牛。去年出版的《台湾日常100年的生活记忆》这本电子册，这摆有选到文化部的中小学图书选介，册内底介绍过去台湾人安怎洗身躯、穿什么衫，台湾的水电、车路是个安怎来的，台湾人的日常生活安怎演变，也无看过人车去线顶册店 Readmoo 交关。这本册嘛有录音，会当免费伫线顶收听，请去找 Podcast 台湾日常，收听的链仔就放伫这集节目的小解内底。台湾什么时阵开始有牛？佮什么时阵才用牛来犁田？真正有记载的，是荷兰人伫巴塔维亚城日记有写着1640年12月，因为澎湖进口牛有公的有母的，迄当阵台湾已经有1200只以上的牛啊，所以安尼讲起来，迄个时代确定就有牛。毋过荷兰人安怎是为澎湖进口牛入来？澎湖敢有可能饲遮尔济牛来出口？迄个年代应该嘛无啥可能，因为迄时澎湖无住足侪人。而且气候甲土地嘛无比台湾佫较适合饲牛才对。较有可能诶是遮个牛拢是为别个所在运来到澎湖，才佫引进来台湾。遮个牛为倒位来诶？有人讲是荷兰人为印尼运过来诶，毋过嘛有人讲是为福建沿海运过来诶。我想伫遮尔长的时间内底，荷兰人毋若引进一摆牛，是真有可能为无共所在买牛入来。若是以经济效率来看，为福建沿海运过来是较会好，因为一只牛遐尔重。历史学家讲，古早的船要载牛，一只船敢若有法度载2只尔，所以若是台湾已经有1000多只。要拢总为印尼运过来到台湾，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。荷兰人引进的牛，毋是直接互台湾人，是互荷兰东印度公司家己去饲。当然，因饲牛毋是饲来卖，主要是为着要开垦需要牛。因会甲牛借互移民来到台湾咧种植的人，互因去犁田。所以迄时的制度，土地是公司的，是借遮个人种的。基本上，遮个人算是替东印度公司做代志，牛嘛是属伫公司的。若是借出去的牛去互死去，就要搁摕钱赔互东印度公司。毋过，若是有生出新的牛仔囝，嘛会互因奖金。后来原住民豆豆嘛学会晓用牛犁田。佮加上迄当阵东印度公司已经无欠去开垦种田的人手，所以因就开始甲牛互荷兰的牧师，也是生理人，遮个人才佮摕去卖互伫小人社也是新港社的原住民。后来郑成功甲荷兰人赶走，嘛甲遮个牛拢总没收起来。只不过迄当阵粮食无够。伊带来遐个兵无通食诶时，因就甲牛抬来煮、抬来食。册顶头写讲，因抬一只牛会当互60个人食。那照安尼讲起来，真古早伫台湾就有人咧食牛肉。伫大清时代，佫会规定讲袂使抬牛，应该就是因为有人会去抬牛来食，因为牛是用来犁田诶。算是足重要的生财器具，所以才需要下令叫大家毋通抬牛。应该嘛是安尼，后来就开始有算命先会讲食牛运气会歹，也是厝内若是做事的人，就要有食果子拜树头的精神。
所以大家就拢无食牛肉。日本时代总督府特别要伫台湾饲牛，因阁引进印度的牛入来饲。毋但安尼，嘛甲日本人食牛肉的习惯早来，因为因拢开始学西方人去食牛肉，因相信若食牛肉较有营养，食了体格就会像西方人遐尼好。为日本时代开始，确实有搁较侪人食牛，特别是去日本读过册的人。我有看到一个真趣味的故事，讲1904年出世的作家张钦策，伊伫伊的册《李登碑》内面就有讲到，伊是安怎开始食牛肉。伊家己是南投的人，14岁的时阵去到日本，伫日本去找为鹿港去的作家施加本。施加本就请伊食外国餐，而且是西餐，毋是日本菜哦。结果伊毋知影桌顶是啥物肉，就甲食落去啊！食了才知影伊食着牛排，伊迄时是惊一条，想讲伊犯大罪，过身了就会有牛来找伊讨命算数。结果施加本就甲讲，人拜孔子拢用牛肉，无用猪肉。孔子嘛食牛，这是有啥物好惊的？伊阁甲讲，台湾人无食牛肉的讲法，是因为惊大家甲牛食了了，无牛通斗争做。全世界各国拢有人咧食牛，真侪国家是特别饲牛来食的。张钦策听了，为迄时开始，就无阁相信讲食牛肉会得到啥物报应啊。有影过去，也是有人认为食牛肉会发生啥物歹代。若按照嘉音老师的讲法，台湾人对食牛肉是足矛盾的。明明自古早就有人咧食，郑成功来的时阵嘛咧食，死去的牛一定嘛是杀来食。只不过大家拢毋敢直接赞成食牛肉，也是承认家己有咧食，也阁叫大家拢袂使食。进前电视剧牛车来去，有真侪人去看。这出戏内底演过去的台湾，为内底就会当看会出讲牛伫过去的生活内面有偌尼重要，毋但是用来种作，嘛用来搬货，食拢需要牛。一只牛的价值阁足贵的。古早的市仔，牛墟就是咧买牛的。要买牛的人会当去摸牛的喙齿，牵牛行路，也阁会当先互牛先饲拖车，也是饲犁田，拢饲了满意才会买，因为这是真大条的生理。若是有讲成，头家拢阁会替这只牛割一个红菜。牛墟为古早主要是咧做牛的买卖，变做啥物拢会当买的市仔。为大清时代开始，牛就有身份证的，有身份证的牛才会当伫牛墟内底买卖。到日本时代，也是有牛就像人相共，有户籍。牛迄张证书内底会写伊主人的名，伊是住伫倒位，也阁会画这只牛的图出来。因为牛伫生活中真重要，台湾传统镇头内底嘛看会到牛。镇头有分文镇甲武镇，牛犁镇就是文镇的一款，算是小戏。小戏甲大戏无同，是民众家己唱、家己演，阁有口别的戏。会号做牛犁镇、牛犁歌，是因为这个演员会甲一个人演的牛做伙唱歌换戏，内底演的内容拢是这个做产人甲地主，也是地主请的长工甲一个富人人因咧种田的时阵发生的代志。牛犁镇是庙会时搬来祈求天公伯啊，互庄人大丰收的戏。伫南部较常看会到，即马是愈来愈少啊。牛犁镇的音乐唱的歌算是民间歌谣，后来苦饼顶阁有特别替这条歌写过词，变做是真出名的牛犁歌。老福州、凤飞飞、江辉甲真侪真出名的歌星拢捌唱过，大家嘛应该拢有听过牛犁歌。
伫台湾的牛，大家较常听到的是黄牛，嘛叫做赤牛，也佫有一款是水牛。黄牛甲水牛是无共的，即两种牛佫袂当交配。荷兰人的时代是引进黄牛较济，后来发现水牛较适合犁田，所以才佫引进较济的水牛。咱即马若讲人讲白贼骗人，会用赤牛也是黄牛来形容，即个讲法是为倒位来的？有一个故事讲，真久进前，黄牛甲水牛就是好朋友，两只牛做伙去溪边洗身躯，因拢甲家己的皮躺落来放伫溪边，结果也未洗好的时阵，看到一只虎来啊，因就足惊的，凊彩遐一领皮穿伫身躯顶走转去啊。结果即两只牛穿毋着衫，后来水牛就发现讲，伊穿着黄牛的皮是伤过细领，要去找黄牛甲换转来。无想到讲，即只黄牛穿着水牛的皮较大领较好穿，就怎不爱甲迄领皮还互水牛，佮甲骗讲伊无穿毋着，水牛穿黄牛的皮伤过细领，骹甲阿妈棍拢走出来。观音妈看到即只牛遮尔可怜，就用家己别骹的布垫伫水牛的颔棍啊甲骹顶头，所以刷落来大家看到的水牛的骹甲颔仔棍啊是白色的。黄牛嘛因为穿着一领伤大领的皮，所以伊的颔仔棍才会有遐尼济撩痕。因为这个故事内底黄牛讲白贼，所以后来就开始有黄牛这个形容词。这个故事真古锥，毋过是安怎骗人甲黄牛有关系，嘛有一个历史故事，我嘛毋知影真正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伫荷兰人的时代，因来到台湾的时，引进的黄牛比水牛加真济。毋过迄当阵，荷兰人答应要互北部族的人水牛，刷落来引进的煞是黄牛来卖互因，这互北部族人掠包着。所以后来牛要买卖时阵，就拢爱做记号，才袂甲黄牛当做水牛来卖。嘛因为安尼，黄牛就变做一个无好的形容词。台湾也佫有一款牛真特殊，叫做海牛。几若当前，英国的 BBC 也特别来替因拍过纪录片。海牛其实就是咧拖车的牛，无相共的是，因拢毋惊海水。会行去到海边啊，甲饲伫海边的蚵仔再转来厝。这是过去伫中华附近的传统。牛毋是干那用来犁田，无咧做事的时阵，也阁爱缀主人去海边啊，载蚵仔转来。因就是伫海水退潮的时、可流的时去绑蚵仔，水中进前就会离开。因为黄牛加减会饮着水，所以就爱先训练过才敢去。即马这已经变做是文化资产，嘛是丰原遐个所在的观光活动。只不过过去有100-200只海牛，到有当敢若剩7-8只尔。我看到艺术家谢理发老师讲，伊伫美国的时阵就开始画牛，因为伊足想念伊家己的故乡，会想到牛。牛是台湾乡土文化的一部分。伊画牛有超过30档啊，也佫讲过一句真有意思的话。伊讲，这是牛的世界，嘛是人的社会，有啥物人就有啥物牛。若是安尼，台湾的牛是啥物款牛？毋过，我想即马伫海外的少年人，若是想念家己的故乡，应该无人会去想到牛，也是牛的气味。大家会想到的是牛肉面啊。今日的故事先讲到这。后礼拜开始会介绍用台语创作的女性作家甲因的作品，无论是想要知影有啥物台语册通看，也是想要知影用台语创作就要注意啥物美感，也是纯粹对这的写台语册的女性真好闲的人，拢欢迎来收听。你若是对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来面册甲大家分享。嘛，请会记得订阅，也是追踪这个节目，
推荐给你的亲戚朋友，也是伫平台留话留5粒星给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开内面有连啊。真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